朋友而家讀書係辛苦過大人翻工，咁所以我就星期六日我完全冇嘢俾佢學嘅，即係全玩。玩呢家嘢對於而家怪獸家長充斥嘅年代，彷彿係遙不可及嘅奢侈品。不過有一仔一女嘅 TVB 節目主持林子博就大唱反調，佢拒絕以興趣班將啲仔女時間塞到密質質。翻全日去到3點幾，下晝仲要補習、做功課、食埋飯，跟住瞓得嚟都差唔多10點鐘，10點鐘就知道6點幾起身，其實好辛苦。近呢半年，香港發生20幾宗學生自殺悲劇，引起社會關注。子博就講到明，對仔女唔會要求太高。如果真係温書盡咗力嘅話咧，佢哋考咩成績我都係唔會理。仔女都咁中意喺娛樂圈度做嘢，原來唔單止冇影響學業，反而令到個女更加俾心機讀書喎。泳兒有好大癮嘅，咁佢就好中意拍劇，咁變咗咧，即係佢自己肯為自己嘅理想而付出嘅。我拍嘢原來經過校長批准，如果我成績唔好，我冇得拍咯。即係我唔使成日熬去温書，佢要知道啊，如果我要拍嘢，我就要温書咯，我就要成績好咯，咁咯。子博就認為培養仔女嘅品格先至係最重要。對人嘅態度，即係喺學校有對老師應有嘅態度，喺屋企有對爹哋媽咪應有嘅態度。你做一個學生有一個咩嘅應有態度？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好好嘅態度，你有一個好好嘅性格嘅話咧，即係我唔擔心佢將來佢嗰個際遇係點樣。而太太咧就負責培養家庭歸屬感，俾兩子弟分擔適當嘅家務，履行仔女嘅角色。成日都一家大細出動嘅佢哋，總係俾人感覺好溫馨、好幸福。原來融合都要先付出代價，肯犧牲咪得咯？犧牲咩咧？犧牲自己嘅私人時間啦，犧牲自己玩嘅時間啦。你一定要犧牲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好難可以一家人咁聚埋一齊。因為可能譬如話，即係爸爸有佢自己嘅運動，或者係媽媽可能即係有啲會打牌啊，或者係可能有啲朋友出去食飯啊、飲嘢啊。咁你咁樣你變咗，其實根本上你冇可能可以成日陪到小朋友咯。我工作就係搣橙。自從有咗小朋友之後，唔太好生活嘅兩公婆咧，為咗仔女嘅健康，成個生活習慣都改變晒。我屋企長期依家都經常會買橙啦，同埋買香蕉啦，早睡早起啦。即係我哋大人唔係噶嘛，即係你知而家對住部電腦分分鐘3更半夜都可以唔瞓噶嘛。咁但係你有小朋友就唔可以，因為你要身教。自從有小朋友之後咧，我成日覺得健康真係唔係必然，我哋係好應該珍惜我哋而家自己擁有嘅嘢，而珍惜之餘，亦都係應該要有一啲付出，去幫助一啲我哋認為自己係必然嘅嘢咯，即係我哋應該去幫一啲病童啊，或者係幫一啲身體好健康嘅人咯。你淨係叫佢做，你自己唔做，唔好意思。自己自從有小朋友之後咧，我係接多咗呢方面嘅一啲慈善嘅工作嘅，要帶佢哋睇多啲咯，要話俾佢聽係要關注多啲身邊我哋所發生或者係需要關注嘅人咧，我哋係要做翻多啲嘢嘅，對佢哋嚟緊即係往後日子係好有幫助，即係至少佢哋會關心多咗身邊嘅事物咯。其中一次工作就係直擊先天性失聰小朋友做耳蝸手術，令到佢對病童有更深刻嘅體會。嗰陣時好震撼嘅畫面。佢喺做呢個手術之前咧，我同佢做咗個訪問嘅，我就係話：喂，如果你真係可以聽翻嘢嘅時候，聽到嘢嘅時候，你第一時間想做啲咩咧？咁，我想幫媽咪接電話。可能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接電話係一個好簡單，即係好雞毛蒜皮一件事，好皮毛一件事。咁但係對於原來有一個失聰人嚟講，係一個咁重要嘅事。香港喺呢方面嗰個宣傳方面唔係好夠嘅，我自己覺得有自閉症或者可能有嗰啲叫做讀寫障礙，咁其實究竟我哋去邊度尋求，去點去揾呢？資源係應該每年都要增加咯。有關方面係應該要做翻多啲嘢，去撥多啲資源去幫呢啲病童，擺多啲關注或者係關心落去，即係可能得閒做一啲探訪，或者係帶佢哋去玩，等佢哋分散佢注意力，即係無論係生理或者心理都好重要。如果我哋大家可以每個月用一啲好少食少一餐飯嗰個價錢，如果人人都咁做嘅話，就可能即係已經可以幫到好多人。
如果真係再次幫小朋友搞生日 party 嘅話咧，我會叫啲家長唔好再送禮物咯，我會計劃喺門口擺個箱，咁啊等佢哋可以捐錢落去，咁啊幫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。所以我覺得其他家長咧都可以效法我哋呢一個諗法嘅，咁啊可以幫得更多病童，呢樣嘢係最緊要。支持 Live Fire， 耶！